人床10分钟迅速变换风格。挂钩、鱼线和铁架，轻松装卸公主帘，私密空间变得浪漫唯美。这是装潢的新风潮，在邓瑞珍心中却有一股怀念。高中都还是在睡牙婆摔，对，所以它嘛年代跟记忆非常烙印在我心里，所以这个还有点莫名的触动。用自身经验连结，在客家庄做生意更容易打动人，省钱实用才是王道。现在主流的家具是什么色？都要做功课，所以我说我的选购的采购原则就是1块纱至少有5个底部可以去配，或1块布要有5种纱可以去配，这样来回交错之间就有25种的变化。每分钱都得花在刀口上，还得帮客人省时间。邓瑞珍想出行销的3分钟哲学。那我们常用哈，像那种对开帘，对开帘哈嘛，除了这种做法之外嘛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它像一般百叶窗好，然后折颈帘好，然后还有卷帘好，这些3分钟我把它简报完成，让他能很清楚因为窗帘形式很多，待会我选购的时候就知道怎么选购起。要让客家乡亲愿意掏荷包，邓瑞珍观察到舌灿莲花可远比不上眼见为凭。因为我们竹苗地区很多都是拓天厝，在顶楼部分都会加盖，都是直接用玻璃屋的方式去加盖。那在夏天的时候很热，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展示。所以就可以看得出那个遮阳遮光的效果，对不对？你还拿上班，这是我的想法懂品牌很独特，对不对？邓瑞珍自比着卖窗帘，好比卖手机，比花样，比创新，比速度，而这同中求异的独特性就是竞争力。一係捱嘅送法，懂撇撇；一係捱嘅送法，懂撇撇。